中山買樓，房哥幫手。大家好，我係房哥。呢一集房哥嚟到咗西區彩虹片區華潤公園4季1期呢個項目啦。大家有冇了解過呢個項目呢？房哥手上而家有一套105方嘅3房，115萬就可以搞掂啦。仲送埋成屋嘅家私電器俾大家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最重要嘅呢，係比開發商嗰邊咧要平30萬嘅，呢套房一定冇錯過啦。周邊嘅環境配套咧，房哥一一同大家解釋埋咧。呢度去到生武會員店咧4公里可以搞掂，富日城 Coco City 咧5公里可以搞掂。跟住咧呢度仲有最近嘅咧就係1+1超市門口就到啦，所以商業氛圍咧係一啲都冇問題嘅。4公里可以去到中山北站，門口就係我哋嘅彩虹大道，直上去就係105國道北外環長江路，交通係四通八達嘅。醫療方面仲巴閉，行路50米就到咗西區嘅中醫院啦。醫療方面一流嘅，學校方面咧更加 OK 嘅。西區中心小學、西區中學、燕洲中學都係屋門口就搞掂晒噶喎。公園仲加離譜啊，20米就會去到西區嘅濕地公園啦。呢個位置可以話衣食住行交通全部係 No.1 嘅。最重要係乜嘢呢？呢度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士。喺中旅彩虹嗰邊咧有個商業街，有五葉花嘅電影院啦，有 KFC 嘅食飯噶啦，仲有飲食嘅商場啦，香港直通巴啦，全部有齊嘅。所以咧，成個小區咧，而家所謂嘅香港社區、港人社區咧，就係西區華潤公園4季呢個樓盤啦。一期咧有30%咧係香港朋友仔買嘅，二期嗰邊咧有40%以上都係香港朋友買嘅。大家可以望到咧，呢個咧就係小區嘅東邊嘅大門位置啦。一入到呢度嚟咧，全部係水景，正前方咧就係小區嘅游泳池嚟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度樓與樓之間嘅樓間距咧係非常之闊嘅，最窄嘅地方咧都超過60米嘅。呢個樓咧，佢嘅外牆咧又非常之時尚嘅喎，又襟舊喎，又非常之大氣。可以睇到成個小區咧都係以園景、水景為主嘅。周邊嚟講咧，佢嘅環境敢講大二，冇人敢講大一嘅。交標裝修嘅交標嚟講咧，都係 No.1 嘅。質量嚟講咧，又係 No.1 嘅。仲有物業方面咧，更加係非常之優秀嘅。成個西區全部嘅管理費咧都係3蚊一個方嘅，但係咧佢俾到你嘅物業管理嘅價值咧係相當之高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每一棵綠化，每一度嘅水景都係精心去設計嘅。呢個咧係嘥咗好多心機嘅。所以點解咁多人住喺呢個小區咧？佢嘅口碑咧都係俾到佢非常高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個人氣咧係非常之高嘅喎。小區嘅入住率咧超過70%啦。而家樓與樓之間，佢嘅樓下咧全部都係串通嘅，有老人嘅活動中心啦，有細路仔嘅玩嘅兒童天地啦，有瑜伽室、健身室，全部都係一樓咧都可以滿足晒嘅。呢度咧仲有公共嘅廁所，非常之人性化咯。老人家啊或者細路仔啊喺園區度玩啊，係咪好方便嘅？所以咧近期咧，如果你想喺西區彩虹片區執樓嘅，又想買套比較平啲嘅，壓力唔想咁大嘅3房呢種屋苑咧，呢套咧一定係首選噶啦。你前期只需要交一個1.5嘅首期款咧就 OK 啦，每個月月供咧3-4千蚊就搞掂噶啦。前邊咧就係2期啦，2期同埋1期咧就係一路之隔啫。大門咧呢個係大門嚟嘅，呢個係西邊嘅大門，1期嘅大門。環境嚟講可以睇到啦，迎賓大堂同埋呢啲
大草坪、園區嘅綠化，呢啲係非常好嘅情緒價值嚟嘅。每一棟嘅層高咧就係32嘅層高。今日呢套屋苑咧就係31層嘅鳳凰樓層咯。景觀方面係冇錯嘅，非常之向陽咯。每一度都係板樓嘅設計，一期同二期嘅設計係唔同嘅。二期咧係品字式嘅設計，一期咧全部板樓嘅設計。每一棟嘅樓間距咧就比較闊，真係好似行公園咁啊！你如果中意呢種高綠化、低密度嘅小區咧，呢個屋苑一定冇錯過啊！每度嘅設計係咪非常之舒適咧？哇！呢仲有雀仔添啊！所以呢啲地方環境咪好咯，公園式嘅呢一棟就係今日房哥要同大家介紹噶啦。可以睇到係咪非常之向陽咯？採光方面冇問題啦，一梯就2戶，舒適度係唔錯噶啦。陽光嘅大草坪，近期朋友有對比嘅開發商嗰邊嘅覺得貴嘅呢套一定冇錯過。跟住我鏡頭啦，帶各位朋友仔去現場感受下呢套屋苑嘅裝修，仲有業主幫你配埋嘅家私電器。如果啱心水嘅話，盡量過嚟攞低佢，一定冇錯嘅。跟住我鏡頭睇現樓，朋友呢個就係105方一梯2戶嘅呢個位置，就可以送俾你放鞋櫃，千祈唔好眨眼啦！呢套屋苑一日都未住過，鞋櫃送俾你，望到廚房所有嘢咧都做好埋，送俾你，冰箱都買好啦。呢個廚房可以睇到啦，有明窗設計嘅，光線係非常之好嘅。餐邊櫃、餐台、梳化、電視，所有嘢一日都未用過，開發商交標嘅空調都未啟動過嘅。呢個騎樓可以望到咧，好陽光嘅南向，仲做埋一個風窗嘅設計，可以睇到華人嘅1期、2期。呢個吊櫃、拉籃咧，全部做好噶啦，全屋定製嘅，洗衣機、洗手台都做好埋噶啦，非常之貼心嘅。105方3房2廳，2個衛生間嘅，可以睇到啦。呢間房咧係第2個大嘅房間嚟嘅，床、衣櫃、飄窗位置咧向南向嘅，非常之陽光，可以望到啦，光線係非常之好嘅。床、衣櫃、空調幫你做好埋啦。洗手間咧就係開發商嗰陣時統一嘅交標嚟嘅，TUTU嘅馬桶啦，跟住所有嘅淋浴咧，仲有大理石嘅洗手台，全部係交樓嘅標準送俾你。呢間房攞嚟做一個榻米啊，或者放個咪本床都夠闊落啊。主人套間咧設計得非常之好啦，睇到未？非常之大氣呢個洗手間。飄窗位置咧就向南嘅，好陽光。米八嘅床幫你配好啦，空調都貼心幫你配好埋。睇到呢個景觀係咪非常之舒服呢？105個方，而家業主全部都可以送齊嘢俾你，115萬咧就可以攞低呢個單位。而家一手喺度賣緊嘅，要去到145萬，仲冇任何嘅家私電器添。如果你對呢套屋苑有興趣嘅，嗱聲揾房哥嚟了解一下，呢個價格真係非常之低啊！錯過呢一套就要等好耐啦〜